今年举办读经评鉴会，要到楼上，楼下这边是办那个，你看，素食研流会呢，还有气垫乐园，你看看。哦，3门，你看，正前后4个字，从右到左，显圣道场。完了，左边圣域，然后右边玄关，完了最左边36，3600姓，最右边48，48000所。哦，咱们这边，哦，这叫气垫乐园。哈哈，对小朋友，对气垫乐园。好啦，搞完了，一切搞完了。哈哈，你看好聪明啊！哦，你看葫芦啦，哈，那是济公好的葫芦。